以色列百姓会当伫迄个耶路撒冷来敬拜上帝尔。咱伫新约内面，咱嘛会当看到，伫大降节，咱要所期待毋忘的是，迄个耶稣基督降世道成肉体的即件代志。东方的博士，因为远远的所在来到耶路撒冷，是要来找迄个新生的王，要来朝见敬拜即个王。所以伫新约内面，耶路撒冷毋单是干那一个地理的名词尔。上帝同在，上帝伫地，嘛无法度互咱限制伫一个物质，也是一个空间内面。耶稣基督道成肉体，死过活了后，其实互咱看到即个新约的观念是对旧约来，已经超越迄个地理、迄个时间、迄个空间。所以以赛亚书45章14节内面讲，外邦人来归向上帝的时阵，因就心里讲，上帝真正伫恁中间，即个以外无别个。无阁有别个上帝，即个以外无阁有别个，无阁有别个上帝。即个上帝是全能的，是普世的，是耶和华上帝应允伫即内面，是万国万民爱敬拜的一个上帝，是唯一的真神。所以伫大降节期的时阵，咱咧避办要迎接一个是一个毋忘有救赎的一个恩典伫的。虽然咱拢是侪年的基督徒，也毋过咱较明白了解每一年的即个时阵，咱所爱备办的是啥物？其实咱爱共款来备办，做好咱的准备，因为上帝是咱的创造者，伊照着耶稣基督，互咱每一个人有一个新的生命伫的，而且早就为咱每一个人定了一个计划伫的。爱咱用咱的生命去帮赞、去服侍别人，那呢，咱甲上帝的关系其实是咱爱去注意的。本来咱受造的时阵，咱就一直甲上帝伫地，但是咱人犯罪了后，咱甲上帝的关系就拍歹去啊，就隔离啊。伫旧约的时代，嘛是安尼。旧约时代，敢若有少数的人。会当甲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摩西、亚伯拉罕，互人称作是上帝的朋友；大卫，互人称作是合上帝心意的人；约伯、以诺、甲挪亚，拢是甲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人。这个时阵，咱甲上帝这个亲密的关系，拢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咱所做。互咱甲上帝会使成做一个朋友，所以咱伫即个时阵，才会当真欢喜快乐的，咱会当笑出来讲，咱甲上帝的关系是遮尔美好的一个关系伫的。那呢，上帝要拯救咱人脱离迄个罪，互人甲伊过好，互咱会当听上帝，成做上帝国度中的一份子的时阵，咱每一个人身躯顶。咱有上帝迄个形象伫的，咱有上帝迄个模样伫的，咱就爱去奉侍上帝，咱就爱牧人来传扬迄个上帝救恩。那安尼来看，上帝赐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来到即个世间的时阵，其实伊将迄个十字架顶面付上的迄个代价，已经直接互拍破，互咱直接甲伊有一个真亲密的迄个关系伫的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其实是要互咱成做一个军队的人，互咱去军队伊，咱受呼召，毋那是干那咱来尔，咱来悔改认罪，转头仰向上帝尔。其实上帝要讲的是，咱要去传扬这个好消息。在这个大使命内面，耶稣讲：恁爱往世界逐位去。爱互所有人拢来成做我的门徒，爱互所有人拢会当受到洗礼，而且遵守伊所命令的一切。这是上帝耶稣基督为咱带来一个大使命。那呢，咱每一个人
领受到这个使命了后，咱拢有一个积分伫的。这个积分，保罗先生讲，伫哥林多后书5章18节内面，伊讲上帝已经赏赐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积分伫的。伊爱咱去甲别人考劝别人，拢爱甲上帝来过好，拢爱互上帝有欢喜。这个代表咱甲伊是一个同工。保罗先生伫内面讲，咱拢是上帝的同工，也就是讲，咱拢是甲上帝做伙做工的人。那呢，咱要做的代志，就是要帮助人甲上帝建立迄个永远的关系。咱要去实现耶稣基督所命令的迄个大使命。咱要来实现这个大使命，咱真正来想看卖，这个时间无多啊！咱要为这个使命来做这个时间，其实是无多。咱每一天拢有无共款的生活，咱有拢无共款的代志。咱有偌侪时间会当为上帝来做这件代志呢？咱就唔通拖，咱要马上来采取这个行动。采取行动，带领这要明白上帝的人，这个工作是真急迫的，是很急迫的。这毋是讲咱即马随时落来就咱现主时，咱的家庭、咱的工作，甲放落来，真做一个专心专意来宣扬上帝福音的人。毋是安尼，是讲你爱伫你现在的生活、你的工作内面，甲人分享迄个好消息。要安怎来分享？有啥人讲，咱甲人真歹去接触建立关系。最近我的细汉后生，定定若去公园佚佗的时阵，伊若去佚佗10分钟了后，伊转来，伊就会讲：“爸爸，我又认识了一个新朋友。爸爸，我又认识了一个好朋友。”伊甲伊即个囡仔做伙佚佗，做伙分享，伊真紧就甲对方建立即个关系。所以，无论你是学生，你是家庭主妇，还是你是老师，还是你是公司的经理、职员、业务员等等，你爱甲上帝放伫你身躯边的人，互因去看到上帝伫你身躯顶迄个稳定的迄个记号，啊，互因看到即个记号，敢亲像犹太人因衫顶面的迄个记号共款，伫你所徛起，也是你所到的迄个所在，上帝无论安怎，拢要互你有一个稳定。即个稳定是干那你有的，即个稳定就是要互你甲你周围的人、甲你接触的人，会当看到即个记号。那呢，若有一个人因为你听到即个好消息进入到天国的时阵，你的性命就对即个永远的关系、上帝计划有一个贡献伫的。所以讲，咱来分享咱的性命，也就是讲，当咱成做一个信徒，还是咱成做一个门徒的时阵，咱迄个时阵嘛爱成做一个分享、见证上帝真理的一个使者伫的。去年伫宣教人生内面，咱拢有努力去学习一个福音4部，毋知大家抑阁会记的。这福音4部内面要讲的是，互对方大声了解明白上帝疼咱每一个人。伊真正疼咱疼到，因为咱有罪，所以咱甲伊的关系建立了后，伊同款犹原疼咱，而且伊爱咱知影。咱有即个罪，咱犯过即个过错伫的。了后，上帝伊无条件赦免咱每一个人。上尾，咱会引带人来接受即个主耶稣基督。其实，这是一个方法尔。上帝要用咱每一个人，你的人生的经历，其实是要互人看见、去看见、去认捌上帝。就是讲，你爱见证耶稣基督是安怎来改变你的，你爱分享你的信仰的经历。当你咧分享的时阵，是耶稣要爱你甲人分享的，因为你的见证是独一无二的，是信心伫你的生命中做迄个奇妙的工课，是你生命中上直接的一个经历，是上帝要互你的。
那呢，咱就要真欢喜感谢伫的，因为咱要付出咱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话。咱要安怎来付出咱的这个行动呢？因为上帝未创造一个讲伊无去疼的人，上帝未去创造一个讲伊无爱的人。每一个人对上帝来讲，拢是真重要的。所以咱应该去关心咱身躯边也未明白上帝的人，因为上帝关心因、疼因，伊嘛无愿意每有一个人沉沦落去。伊爱每一个人拢会当悔改，去得到迄个新的生命伫。所以，只要咱身躯边还阁有一个人还未明白上帝的时阵，咱即马咧做的，就是继续为伊祈祷。咱咧做的，就是用疼来奉侍伊。咱阁要甲伊分享即个好消息。所以讲，你愿意为即寡遮的人来做寡什么代志啊？无，互伊去得到即个救恩，邀请因来教会，也是分享你的生命故事，也是每一天为伊祈祷，直到因信主为止，也是也有其他的方法伫的。那安尼，咱来想看觅，若有一天咱去到天堂的时阵，有人行过来甲你讲说多谢，伊安尼讲感谢你，因为你关心我，我分享你的生命的故事，互我听到救恩的这个好消息。现在我才互我都伫遮来享受伫天堂一切的福分伫。咱想看觅，咱若伫天堂内面，甲遮的人相拄的时阵，咱敢毋是真欢喜吗？因为你的帮赞，互因会当伫遐。我想，这应该是咱人生中上大的一个成就感伫的。带一个灵魂得到永远的救恩，这是咱的使命。外邦人对因的衫会当看出犹太人的身份，而且知影犹太人因甲上帝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伫咧。耶稣嘛教伊学生讲：，恁若彼此有相疼的心，众人就认捌出你是我的学生，我的门徒啊！要请问各位兄弟姊妹，你的身躯顶有啥物记号？有啥物特征？还是你的气质会当互别人看见，认出你是一位基督徒？这值得咱思考的问题。还是安怎会当互人知影，这上帝甲你伫地？这是咱爱一生内面去努力去回应上帝的。咱家人教会的异象，毋知大家还阁会记袂？这几年来，咱的异象是对内，咱是一个祈祷的教会，咱将最的事，每一项事，咱拢献就咱的祈祷。对外，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，对咱爱互最人，一个万百姓，拢会当听到上帝福音的这个好消息。那来讲，对外的宣教，咱伫今仔暗时，伫文昌公园有一个2010年的岁末感恩晚会。这个暗会是一个报道会，是要将这个好消息和桃园市这个地区、这个社区的人听见的。这是上帝要邀请咱加入到历史中迄个上伟大、上广、上快、上最样的、上有意义的一个代志。这个代志就是要建立上帝的国度。这个报道会，敢若是上帝计划中内面的一件事尔。伊要邀请各位兄弟姊妹共同来做这件代志。这个伫历史顶面嘛会真做是一件事。上帝一直咧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，需要咱每一个人不断的投入伫这个时间内面。无任何代志会比这件代志更较重要，嘛无任何代志比这件代志的时间有遐尼久，因遮尼长的时间内面，咱每一个人拢是这个计划内面的一份子尔。无一项代志会当比这项代志伫即马、伫过去、即马甲未来拢咧做的。但对启示录内面，咱会使清楚的知影，
上帝普世的宣告，伫未来一